今啊，继续来看这郭文铁收押。民众党是号召着支持者，伫咧全台湾演讲要甲收听。昨暝第一场特别来播送着郭文铁事先录影的影片。郭文铁是来炮轰着司法甲媒体变做政治的工具，这嘛代表郭文铁收押进程已经做好准备。啊，伫昨暝的演讲会，网红馆长是大声来喝休，爱赖总统放人。啊，民众党的立委嘛轮流来开讲，甲这个郭文铁比喻做菩萨，甲台湾版的曼德拉。曼德拉是南非的国父。空气的角度草啊一合国正做台湾的行，林条是一路到后壁的林森南路。主办单位讲现场有上万人，佮放上郭文铁通缉啊进前的娱乐影片。理论上应该是在野党监督执政党，不过现在是执政党在监督在野党，那最麻烦的司法跟媒体已经变成了政治工具。通缉啊进前就已经定调是政治迫害，敢若是早就做好准备。民众党是规党来收听，就连网红馆长陈之汉嘛来啊。赖清德放人。柯文哲毫无金流证据，你就敢压人，是不是压人取供？在今天2024年的台湾，资讯这么爆炸，你真的当作你是皇帝啊？今天齐聚在立法院外面，就是要跟民进党的绿色恐怖宣战，对不对？大声话爱总统放人，白色的党籍立委嘛轮流来发话。柯 P 是一个视线的菩萨。阿北曾经说过，他要做台湾的曼德拉，他准备长期抗战，关多久都没关系。到这阵的时间，咱要挺阿伯，咱要挺民进党，咱要挺司法的公义。要化支持民众党，煞化作支持民进党。民众党一边化为司法独立，卖互个案互台湾内战；一边是上阵力赢来批评。民众党想要照着民意，不过今摆情形看起来，双方的支持者已经更加对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